以摩登卜頭打響名堂，將女性從沉悶髮型中解放。英國殿堂級髮型師 Vidal Sassoon 因為血癌逝世，享年84歲。佢星期三病逝喺美國加州嘅寓所。沙宣喺髮型界享負盛名，更加創立自己嘅商業王國。近年佢放下剪刀，從事慈善事業，但其實佢出身寒微，因為家貧，曾經寄住過孤兒院。沙宣14歲做髮型師學徒，憑住天分同努力，30歲有自己嘅髮型屋，之後更加企業化同全球化，並且推出暢銷洗頭水同護髮用品。佢喺50年代已經帶領髮型潮流，創出洗頭後唔使梳理嘅簡單髮型，例如係卜頭或者係唔對稱髮型，將當時女性從古板傳統嘅蜂巢頭中解放。We changed the look of the people of the time with a pair of scissors. 正如佢所講，沙宣嘅大膽創新造就咗髮型藝術嘅革命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